咗呢個器官移植嘅康復者。另外咧，亦都有一部分咧就係屬於大愛恩人嘅家人啊。咁啊，所以咧，大家這一堂咧就係好開心啦，可以用愛咧係灌溶咗喺呢個場合入面嘅。咁咧唔單止你哋喎，其實我哋台上面咧都有好多愛喺度嘅，因為我哋台上面咧都有3位咧係屬於呢個接受咗器官移植嘅康復者，亦都另外有3位朋友咧就係屬於咧係大愛恩人嘅家庭咯。不如我而家逐一同大家介紹一下嘛。好，首先我想介紹伊媽。真係好叻仔啊！其實咧喺27年前咧已經係接受過呢個骨髓移植啦，係咪？咁到而家咧都係哇非常健康啊，係啦，精神奕奕，老火打咗幾隻。大家知唔知道佢好叻仔啊？佢舊年咧為香港爭光喎，佢咧係參加咗德國嘅世界移植運動會咧，係得到個獎牌嘅。另外咧，我要介紹 Sandy 啦。咁啊，Sandy 咧亦都係喺幾年之前啊，5年係嘛？係啦，Sandy 咧5年前咧，因為接受咗呢個器官移植喎，係接受咗兩肺嘅。係啊，雙肺。係啊，雙肺嘅。咁而家亦都係成為我哋嘅心開心心花會嘅其中一位好重要嘅成員。冇搞錯，咁咧時間比較短，移民咧成27年，但正平咧只係1年半啫，係啦，而家情況好嘛？還好嘅，我哋大家俾啲鼓勵。就喺5年前係咪啊？喺5年前咧，過身嘅時